司長，第一我要強調嘅，即係你去嚟回應，其實你有數字咧，我好希望你哋係能夠提供一啲文字版本，包括你嘅回應。頭先你講20幾年嘅圖，其實我哋冇睇到嘅喎，我哋乜嘢都唔知喎。當然我哋可以揾到，但係我想嘅意思就係你攞出嚟嘅，其實俾埋大家睇啦，公眾俾公眾睇啦，所有都要俾人睇啦。林宇滔提過，我哋可以完全係公開㗎。我諗每一期嘅本地生產總值嘅數據咧，每個月每一季同埋每一年都係有嘅。我哋都係喺翻歷史資料攞翻出嚟同大家即係探討所以呢度要正視翻你需要我哋可以統計局俾翻你。六大博企喺2022年底同2024年咧，本地人係增長咗3% 嘅，同經濟增長。但係主席，外僱增長咗73%。外僱六大博企係32000幾人。司長，呢32000幾人，頭先司長講啦，85% 係而家政府嘅承諾，我知啊，因為上次傾過啦嘛。但係我想話咧，10年前已經85%啦，司長。呢個85%我又話埋俾你聽，司長，你哋有冇計嗰啲高管以技術身份已經移民嚟澳門㗎啦？有幾多啊？你夠膽可以俾埋個數字我？呢啲已經冇計啦，去到而家90%都係跌價，你疫情嗰陣時期間都係跌價，跌少少啦。有冇向上流動嘅要求啊？跟住仲有司長。喂，我哋莊荷同埋嗰個主任其實已經冇外僱㗎啦，所以其實喺其他崗位嘅外僱比例好高㗎喎。而家六大博企我話埋俾你聽，你未必知嘅司長，整體嘅外僱比例係30%。咁其實你減埋莊荷啊，即係呢賭場前線唔請得嘅職位，其實喺其他好高㗎喎。大家可以去到賭場，但係見到好多嘅一啲企業，佢哋即係好多一啲部門或者機構，佢哋係好多外僱㗎噃。咁點解呢度唔喐下手，唔留翻啲本地人嘅職業咧？呢度博企嘅社會責任係點樣去做呢？另外，司長，我都想同你分享一下，飯碗就係最大嘅民生。我好想知道政府佢究竟點樣去令到娛樂場減比例、減外僱，去令到本地人有就業比例嘅問題。其實呢個係過去喺就業政策入邊提咗85%嘅中高層嘅。大家有關心一個就係博企入邊嘅非博。其實大家要留意，非博係一個投資嘅項目，亦都係呢個城投公司入邊嘅綜合嘅佢哋嘅管理嘅入邊嚟嘅。我哋其實大家會跌入咗一個博同非博咁樣嘅二元嘅一個分拆。一間大嘅企業佢管理入邊係多種嘅業務其實你叫佢分翻開博同非博兩樣嘢，係咪真係咁樣管理法咧？又唔係嘅，入邊係幾樣嘢全部綜合管理噶嘛。咁你話一個公關嘅部門，佢係幾樣嘢全部都有，博同非博入邊都有嘅嘢，係咁你後勤支援嘅，都將佢拆開晒啊！即係其實呢個唔係大家用一個二元制咁樣係博同非博咁嘅關係，就將入邊嘅員工咧將兩樣嘢就可以拆開，究竟入邊嘅比例有幾多？我哋綜合考慮一個呢個係城投企業同埋一個綜合休閒娛樂嘅企業咧，佢入邊嘅員工嘅比例咧，佢係達到而家目前嚟講係90%中高層嘅員工咁所以呢個係我哋一路堅持落嚟咧，85係要求，而且係佢已經係以上噶啦。咁當然我哋希望佢哋做得更好，但係有好多嘢係由市場供需求包括佢自己嘅管理上高嘅水平嘅提升，而可以令到佢更上。大家睇到我哋可以繼續向極限上高去拉高嘅咁但係你就變後限制咗一個企業佢個活力。跟住第二個問題係乜嘢？其實就係衛星場。司長你成日都話有預案，但係同保障本地人就業一樣，我見唔到一個實際嘅內容，似乎變得蒼白無力。我好想話俾司長聽，根據第16/2022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第25條第2款講到，承批公司如果要聘用管理公司，即係我哋而家講衛星場3個度之後，佢哋係要行政長官取得許可，並須與管理公司訂立嘅管理合同擬本係送俾行政長官嘅。我而家問一個具體嘅問題，幾時最遲交先，司長？喂，其實而家時間真係唔多㗎咯喎。另外，我想話入邊而頭先同事講咗幾多人嗰啲，我唔再重複啦。但我想話，司長，我哋今年頭4個月嘅賭收月執行率係95.6%，即係跌咗4點幾個 percent。而呢11間賭場嘅一個賭台係450幾張，接近500張，但係仲有5%嘅收入，點去攞翻？其實我哋都係就假設嘅情況咧做預案，因為其實最終大家睇翻根據呢個幸運博彩經營制度入邊所設立嘅條款，大家都有頭先都有即係引述翻入邊講得好清楚㗎，係點樣去過渡法，用乜嘢嘅要求係要達到去進行過渡，最終都係由承批方同呢啲嘅場館係進行協商，係商業上高嘅一個協定嚟㗎。咁所以我哋政府係可以做嘅就係因應商業上高嘅決定咧，係進行配合，係盡量咧最大範圍之內我哋做嘅，包括員工嘅協助，如果有需要嘅話。假如出現，大家都有個假如嘅，頭先好多假設嘅呢度講咗，咁所以呢度我哋政府係唔就假設嘅情況咧去做一個回應如果係將來有具體嘅情況咧，我哋再作具體去對大家
做一個實際情況假設，一個回覆。咁喺呢方面，其實我哋都有最少嘅影響同有最大嘅影響，兩個極端我哋都有考慮。等等個言提一啲好嘅意見咧，我哋都會喺預案入邊咧作參詳嘅，作更充分嘅準備。咁呢度好歡迎你哋多提意見，咁政府係會聽取。